我哋就睇一睇住客點樣描述漏水狀況。就會擠出水。呢個位置，呢個呢度。呢個位置會出水。喺咩情況下會出水？呢啲好明顯咩咯？係呢個係之前應該係滲咗上去。係。如果而家咧就將個水壓即開到最細，唔係最大，即係正常一般之前一直咁樣嘅時候，佢都會擠出水嚟啊。係。咁而家有冇開？係而家就開好細啦，而家。開細咗，所以就即係因為唔想去逼水。但係如果正常開翻正常大咧，其實佢就自己會開水，即係會逼水。係啦，就會啦，而家。OK， 好得除咗呢度仲有邊個位置？漏水啊！唔緊要，除咗呢個位置，仲有邊個位置？嗰幅牆又係啱啱呢度就谷起，但其實呢度就冇漏水啦。但谷起咗。得 OK， 好。漏水就係出水就係呢個位啦。明白，好。咁就呢個咁冇呢個唔係水位嚟嘅喎，隔離嗰啲係乜嘢先？呢度應該條水喉就冧到出邊洗衣機個露台嗰度啦。係咪有露台可以出到去㗎？係，因為要出去睇睇先知個位，睇下個格個位點。就係嗰度嗰個喺洗衣機後。洗衣機後，呢個背脊就係頭先嗰個位置啦。應該後。嗰個漏水嗰度係。大約即係總之呢個背脊就係頭先間房啦。係。OK， 明白，好。紅外線顯影下樓上單位有漏水落嚟跡象，已經建議客人通知管理處叫樓上單位跟進漏水問題。漏水其實一個好繁複嘅問題，如果胡亂去做工程睇唔到會解決到問題，所以如果要解決到漏水問題，首先應該揾漏水專業人士用唔同嘅儀器，確定好漏水問題先至定點做工程，如果唔係只會浪費時間及金錢。K21 漏水檢查預約WhatsApp 92185392。